章，我利用这个机会给各位所有我们世界各地的人友来报告：人生最大的失败是骄傲。一个骄傲的人，你走到哪里，人家都不欢迎，不欢迎你，你跟人就有距离了，大家没有办法一种就是很真心诚意的跟你交往，那么没有办法得到真的知己的朋友。那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、最困难的时候、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各位，我们没有人来相助你，没有人来拉你一把。各位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骄傲、傲慢、自负心很强，所以这种骄傲会是人生最大的失败。人生最大的烦恼是什么？是欲望，是欲望。我曾经过去讲一个公案，今天呢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没有办法重复的来介绍这一段内容。但是我们很清楚的，我们人最大的烦恼是什么？就欲望，永远无止境的，要这个，要那个，要这个，要那个欲望特别的强烈。因为有欲望，人才会烦恼。烦恼从哪里来？从贪欲来。贪求的欲望来的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，很平淡、很平和、很平静，各位，你看我们人过得很自在随缘自在，满心欢喜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多烦恼？就是欲望，欲望就是要贪求的欲望，你太大了，太多了，知道吗？太多，所以你自然就引来招惹很多的麻烦。内心、身心没办法得到调和，所以烦恼是从欲望来的。人生最大的无明是怨尤各位，怨尤，无明就不懂、不明白，这个人怎么看起来愚痴，这个人颠倒是非，为什么是这样？这个最大的无明在哪里？就经常埋怨，经常会怪别人、责怪别人，埋怨责怪自己不敢担当，没有勇气去承认错误。各位，所以这是最大的无明一个人因为无明，我不懂得这个世间的好坏，不清楚我们的因果观念不清楚，所以我们就经常会埋怨，经常会责怪别人，所以造成我们就什么跟人家经常有敌对啦，有冲突啦。经常就是无明造。那你一旦有敌对、有仇恨，那你就跟人家怎么样结恶缘？一旦恶缘结了，一世结成冤，三世报不完。一世的冤仇，3辈子永远没完没了，永远没完没了。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？自己拿石头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对不对？你把自己障碍你的前途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这个无明是哪里？不懂是非，不明白真相，不了解因果，不清楚人与人之间一定要结善缘，他没有，所以因为无明随便造罪，所以他就埋怨了，就怪别人了。人生最大的忧虑是什么？生死吧。你看我们活在世间很短暂，生命非常无常。你最大的忧虑，你死要死到哪里去？以后有一天，一口气上不来了，你跟世间的因缘告一个段落了，你要走了，走了不是结束我们断气了，是不是一切就没了，就结束了？不是，你的灵魂，你还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到底去哪里？你有没有把握？一定是快乐，一定是安详，一定是幸福的。你没把握，我们很担心受怕，非常的忧虑，非常的忧虑非常的忧愁，非常的担心担心。所以最主要是生死的问题，生死没有了断，我们永远都是一个造罪的凡夫。我怎么样能够把生死给了断呢？各位，你只要好好的一门深入。真心诚意的把这个佛号抓住它，念在心里面，知道吗？好，
对阿弥陀佛建立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心，强烈的信心。那么阿弥陀佛无论如何就是要救度我们念佛的人。那么你心里面有个投靠，有个仰仗，我们不担心了，不害怕，就不害怕。所以生死的问题就一次就解决。所以如果没有学佛的人呢，他很忧虑，我这些财是不是到时候我要带走呢？我这些我的儿女，我的自己的老婆，是不是也可以一起走呢？没办法呀。那就很担心，他们对我情义很重，我要走了，我依依难舍，心里面牵肠挂肚啊，寸步难行啊。这个时候你要走也走不开，你最担心的就是马上就要死了，面对的死亡是平等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啊。所以贫富都一样啊，有钱没有钱都一样，有一天面对死亡。那么你很担心我所努力的啊，我所追求的这些东西，你看，当下马上就要离你而去了，就要离开你了。如果你看不开，你放不下，你就纠缠不清，永远生死难断。所以各位，所以我们人生最大的忧虑是什么？就是生死。但是如果说你知道我要念佛，念佛阿弥陀佛救度，我来投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接引我这个凡夫众生啊。虽然我是一个造罪造业、烦恼苦海的众生，但阿弥陀佛不嫌弃我。我只要到了西方，一切都解脱了，一切都解脱了，道业都成就了，最后还能够成佛嘞！你想想看，这是多么值得人家羡慕赞叹的事情啊！对不对啊？所以一定要把生死给了断，找到自己以后的归宿。我要去哪里很清楚，那么你的生死就不畏惧。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害怕？因为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啊。为什么我们会忧心？死了以后不知道哪里地方才是真正我要去啊，所以害怕，心里很害怕。所以各位，这就是给我们提供参考。只要你好好的念佛，这问题都能解决，问题都能解决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今天提供给各位大家做参考，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